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丽，今仔日就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日头拢出来，才唔起床啊！哦，你是要叫我起来成功何作用呢？有一摆，我点我的锁，结果，我以前咧号这间店有新后面，遮尔歹食的物件，才会使是有我食着。妈妈生气的是，若袂爽大就搬喙啦。这间厝恁祖妈的，过年要大饼扫的时，这间厝是咱大家的。杭州人文时代有一句对联：人生哪能得如意，万事祈求换庆心。这副对联的言语遮尔朴实，却富含真深的哲理。这种换庆心的生活，甲知足常乐、随遇而安的心态，是上健全的生活理想。换庆心毋是无奈甲消极，而是一种开阔甲智慧。自古人生上基本，半贫半富半自安，半命半天半机遇，半处半舍半行善，半聋半哑半糊涂，半智半愚半圣贤，半仁半恶半自在，半醒半醉半神仙，半亲半爱半苦乐，半俗半世半随缘。人生一半在于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意听，请分享一个，顺刷订来看。留个 camera 免不按下键准时好过影片。刷！阿囝，恁肯伫你这个年纪已经出来趁钱啊呢？啊，你他接无路用啊？伊伫你这个岁头已经做美国总统啊呢？今年休寒，我妈妈甲我的电动藏伫册包内底，结果害我规个休寒拢无算着。